再来看这桩悲剧，这是发生伫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，昨半暝咧查违规车辆的时阵，因为发觉这车内哪像有毒品，所以要求姓陈的驾驶落车。结果这个驾驶煞刁工塞车，甲弄个甲绕跑，这个所长互咧拖咧走几百公尺，落尾送医时救无回来。土城金城路边两个员警执勤，咧调查一台违停轿车，驾驶煞向加速驶入去。其中一个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双手拖车门，做着拖几公尺，毋过车煞无减速，抑阁一直去挖分隔岛，造成所长弄掉护栏。最后，当小弟涂骹当场失去生命现象，送医了后抢救，又挽救无倒来。他在拖行所长这件事情上面，看起来是很明显的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生命的危害，而且有这个作为，所以我们就以杀人罪嫌来移送法办。你们有什么话说？发现环境个盗走驾驶是一个姓陈的查某人，警方查出是列管毒品进口，毒龄至少10年。迄时阵身躯疑似藏毒品，遭到警方办查。案发了后，移到土城这边体，警方提股票将人掠到，伫现场对咱两个朋友，各超出1包安非他命、依托米兹等证物。警方已经对研究确认是不是涉毒。就是辖内如果发生比较重大案件的话，他都会，就算他放假，他也会马上赶回来这样。目前大家可能状态上比较低迷这样。驻警察将近10年的所长刘宗兴不幸殉职，伊当初是对爸爸的脚步踏入警界，毋那伫同事间中是认真负责好干部。这名车社群，我是土城人，有不少网友抱怨对应。有人讲到，目睭看过刘宗兴提1000块帮助弱势老人，而且伊对人真客气。针对这个案件，新北市长侯友宜都来紧急去探视家属，也只是爱验办，同时将有护士。我们一定会争取最高的法系来照顾他们的意见呢，呼吁对造成同仁不幸殉职的歹徒要从重量刑，严格追诉。上次一件的那个3重分局跟这一件，显然看起来这个依托迷死这个行径不力，造成的伤害非常的重大。那我们会加强这个建议中央来做修法，那能够把这个新型毒品的刑度把它做一个提高。检方进行违体上验，告调家属表情震动。检警后续除了调查清楚刘宗兴死因，也调查姓陈查某人具检原因，甲是毋是牵涉极度塞车，专案调向杀人罪嫌甲毒品防治条例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